作關係啦，就唔係第一時間同大家講，但係都希望咧俾到較全面嘅分析大家。澳洲金融評論報 Financial Review 喺5月15號咧就以澳洲拒絕加入特朗普對華貿易戰作為標題，頓時咧就引起熱話。點解咁特別要獨立一個章節同大家講呢？大家睇完就會知道噶啦。澳洲貿易部長法雷爾啦喺接受專訪嘅時候咧，罕見地拒絕咗美方，仲公開話咧澳洲將會抵制美國特朗普政府嘅壓力，拒絕喺貿易問題上面同美國聯合起嚟對我哋中國施壓。據報道咧，法雷爾就話我哋中國係澳洲最大嘅貿易夥伴，對澳洲嚟講咧，對華貿易比起對美貿易仲要10倍。所以咧，澳洲絕對唔想減少同中國嘅貿易往來，而係希望同我哋中國開展更多嘅貿易關係。佢就話咧，佢哋根據國家利益啦，而唔係根據美國人可能想要或者唔想要啲咩，去決定點樣同我哋中國接觸，點樣同我哋中國打交道。的而且確咧，法雷爾嘅講法咧係有數據佐證嘅。根據官方數據，喺2023至到24年度，澳洲對華出口額咧就係2120億澳元，而對美出口額咧就只係得370億澳元。縱然澳洲啦同美國有幾親密嘅交往都好啦，特朗普對全球施展關稅大棒，澳洲咧都成為受害者之一。澳洲比美國咧係徵收10% 嘅所謂基準稅率，美國額外亦都對所有鋼鐵同埋鋁產品統一徵收25% 嘅關稅，影響住價值大約10億澳元，亦即係折合咧6億3千萬美元嘅澳洲鋼鋁產品。法雷爾仲話咧，澳洲政府並唔急於同特朗普尋求關稅減免，認真係學咗我哋中國咁啊！所以咧，唔單止美國而家面對住歐盟呢個難搞嘅夥伴，澳洲咧都唔聽佢講。可以見到咧，大家都採取一個策略，就係咪由得美國急咯？反正我哋就唔急，結果咧我哋就會傾到比預期仲要好嘅條款。呢個就係我哋中國為世人作出嘅示範。特朗普政府不分敵友嘅關稅亂權啦，亦都將中澳貿易關係變得更為密切。根據澳洲政府嘅講法啦，佢哋唔會為咗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而應美國嘅要求減少同我哋中國嘅貿易往來。換言之咧，絕對唔會將我哋中國嘅利益作為投名狀賣俾美國。因為澳洲對華嘅貿易總額咧係對美貿易總額嘅10倍，對華出口佔澳洲總出口量嘅1/3。法雷爾咧喺接受採訪嘅時候咧，表現出對當前中澳關係改善成果嘅重視。報道話咧，佢強調喺澳洲工黨政府過去3年嚟嘅努力，中澳貿易咧已經有效復甦。我哋中國咧係澳洲最大嘅貿易夥伴，一直以嚟都係噶啦。咁究竟呢3年點解要特別 highlight 出嚟呢？就係因為喺2020年嘅時候，澳洲就係太聽美國話。前澳洲總理莫雷森 Scott Morrison 喺執政期間就大打反華牌，禁止華為參與佢哋嘅5G 網絡建設，仲呼籲咧對新冠病毒進行針對我哋中國嘅所謂國際溯源調查。咁我哋中國咧當然唔係省油嘅燈啦，都隨即咧係宣布限制澳洲嘅葡萄酒、煤炭同埋龍蝦等等嘅商品進口，涉及嘅貿易額咧係高達200億澳元。隨住反華先鋒莫雷森喺2022年下台，中澳關係咧就好轉啦。接任嘅艾班尼斯咧就較為想同我哋中國改善關係。喺上年年尾咧，終於都解除對澳洲龍蝦嘅進口限制，而澳洲龍蝦咧就係最後一個獲得我哋中國解禁嘅澳洲商品。換言之，為期4年嘅貿易限制咧終於落幕。
而今年咧，澳洲仲要乘住中美貿易戰，美國牛肉出口商咧就非常之焦急，因為咧澳洲嘅牛肉出口商咧就乘住中美貿易戰啦，就借住呢一個商機，大量出口澳洲嘅牛肉嚟到我哋中國。咁我哋中國咧唔食美國牛肉，食澳洲牛肉都得嘅啫。咁所以咧，澳洲嘅牛肉出口商咧就大為得益啦。數據顯示咧，中美貿易戰下，澳洲對我哋中國嘅穀物飼養牛肉咧出口量係大幅增加。今年嘅2月同埋3月對華出口量咧係超過2萬噸，比起上年同期咧係急增咗40%啊！咁喺4月28號咧，澳洲肉類工業委員會咧都證實有10間嘅澳洲肉類企業日前咧係首次獲准向我哋中國出口羊肉。咁澳洲咧呢一個表態咧，我自己覺得都尤其重要嘅，因為過去歷屆嘅澳洲政府一直都試圖咧將貿易同埋安全嘅議題咧就分開去處理，希望咧可以食兩家茶禮，游走中美之間。咁但係2020年咧可以見到係一個失敗嘅例子，澳洲都上咗重要嘅一課。啱啱上年年尾至重置翻同我哋中國嘅正常貿易關係，嘗到甜頭，唔會咁快想將口中嘅肥肉吐翻出嚟噶嘛。而且澳洲政府咧都有壓力，同加拿大相當之相似嘅，大家都可以睇翻之前嘅呢一集影片。澳洲近日咧就舉行咗國會大選，華裔選民就發揮關鍵作用，而對華溫和嘅艾班尼斯咧就成功連任總理，成為20幾年嚟澳洲史上嘅第一個。咁都說明咗咧，選民都覺得澳洲方方面面嘅政策，尤其係外交政策嘅轉變咧，係重回翻正軌。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住關稅戰，亦都引發澳洲民眾嘅不滿。咁所以咧，就住關稅戰嘅表態咧，同樣都被認為係選舉嘅變數。澳洲同加拿大咧都係5萬聯盟嘅成員，同美國咧自2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建立咗非常之親密嘅情報聯盟。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同埋紐西蘭咧喺英國同埋美國嘅協定下組成5萬聯盟，呢個多邊國際情報共享組織，親密程度可見一斑。大家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嘅呢一集影片啊，係其中一集啦，我最中意嘅，講述咗5萬聯盟嘅前世今生。目前咧就有91萬點擊，咁希望咧可以見證到佢有機會超過100萬啦。5萬聯盟近年咧都好活躍咁樣針對我哋中國。5萬當中咧4個美國嘅盟友，逐個同大家數啦。英國咧就撲去接受美國提出嘅不平等條款，加國咧好早就已經同美國反咗面噶啦，咁啊導致到咧杜魯多都落台啦。咁所以而家咧同美國嘅關係咧都係比較疏離。喺加拿大大選後咧，當權者都知道加國嘅人民唔會好接受到好似杜魯多咁樣對美國卑躬屈膝，要爭住成為咧美國一個州。而紐西蘭啊，過去咧一直對華係相對較溫和，咁變相而家剩翻落嚟第4個澳洲嘅表態咧就相當之重要啦，都影響住咧紐西蘭嘅取態。咁就住加拿大、澳洲再加埋紐西蘭，就變咗3對2咯。要知道咧，喺4年前特朗普貿易戰1.0嘅時代，5萬係聯合起嚟反華嘅。所以當時我哋都話咧，5萬聯盟就淪為反華嘅政治工具。當時仲提及到咧，日本都想加入5萬聯盟，成為第6隻眼。咁而家咧4年過後啦，大家都睇到個分別啊。同埋咧，唔止係影響住5萬呢一個情報聯盟，仲影響到澳洲同美國之間嘅軍事協作。呢一次嘅澳洲大選咧，選民對特朗普嘅不信任就被認為影響住選情。雖然澳洲主要嘅政黨都強烈支持澳英美3方安全夥伴關係，亦即係 AUKUS， 但係澳洲民眾對於澳美防務關係咁親密都
阻止唔到特朗普對澳洲徵收關稅咧，就覺得好失望。咁所以 AUKUS 咧喺澳洲係受到前所未有嘅檢視。除咗澳洲國內政治咧會影響住 AUKUS 嘅發展，路透社喺今年4月都引述咗幾個專家同埋文件嘅報導，話華府嘅人士咧都日益擔心澳洲唔願意討論使用攻擊潛艇去對抗中國。呢一點咧都影響到美國響印太地區嘅部署。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咧有專家都認為，若然想阻嚇衝突嘅話，就需要討論點樣動用核潛艦。但係目前咧仲未睇到澳洲有意去作出呢一類嘅警告。根據美國嘅智庫分析咧，佢哋曾經模擬過，如果我哋國家封鎖台灣島嘅時候，美國幾個嘅主要盟友會作出啲咩反應？其中澳洲嘅軍隊指揮官咧就唔會喺南海使用到核潛艦去攻擊我哋中國，而係聚焦用空軍同埋無人機以至飛彈防守喺澳洲嘅北部。咁所以咧，同美國嘅核潛艦計劃分分鐘咧都會泡湯。睇完呢條片，如果中意嘅話，記得要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仲要訂閱埋我陳詠欣 Jovi Chan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 See First 隔籬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噶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